如果咧你都有自己嘅產品或者係服務，我會教你點樣由一張相開始，去建立自己嘅一個 AI model， 去製作一系列嘅品牌圖片，再將佢哋咧變成一條完整嘅銷售影片。你而家見到嘅人咧，唔係一個真人，個場景咧亦都從來冇真實咁樣去拍攝過，由圖片到影片全部都係 AI 生成嘅。而呢一套嘅完整流程咧，我亦都會喺呢一個課程入邊一步一步咁樣教你去做。嗱，如果你有自己嘅產品或者品牌嘅話咧，最困難嗰個位咧，永遠都係你喺個社交媒體上邊點樣去不停咁樣去出一啲新嘅內容。每一次你都要諗一個新嘅概念，每一次你都要去揾一個新嘅 model， 每一次你都要去揾攝影師，每一次你都要去諗下個廣告應該點樣做，成本高，時間長。好難好穩定咁樣持續去輸出同埋去更新你嗰個 IG 或者 Facebook 你嘅網站，你可能咧已經都試過用 AI 去整啦，咁但係你會發現咧出到嚟嘅效果唔係你理想咁樣，個人物嘅樣咧就成日變嘅，突然之間咧就唔同咗樣，你會發現佢塊面好膠，你會發現咧你個產品咧啲尺寸永遠唔啱啦，你個產品啲字永遠唔啱啦，整出嚟張圖咧同你預期嘅完全唔一樣。就算咧，你偶爾俾你生成到一張靚嘅相咧，你都唔會知道應該點樣將佢變成一個可以有系統化咁樣去做嘅一個 workflow。其實咧，生成到一張圖片咧，同有一張商業價值嘅圖片咧，係兩回事嚟嘅。我本身係一位攝影師啦，我亦都係有影過產品攝影啦。咁再加上咧，我係有做自己嘅一個品牌嘅，亦都係有賣一啲實體嘅產品。咁所以咧，往往我哋去做嘅時候咧，佢唔係只係一張圖，而係一系列嘅圖。你而家見到嘅咧，就係我實質咧去用一套嘅 workflow 去整嘅內容啦。由最初嘅產品相啦，去到人物啦，去到產品嘅場景同埋嗰個品牌嘅圖片咧，再到最後咧放上去 social media 上邊，或者你個網站或者你廣告去用嘅影片，呢個咧就係我同一般嘅 AI 去教嘅課程有唔同嘅地方。咁我唔係咧就係教你用一個工具，然之後俾幾個 prompt 你照抄。我要講嘅嘢咧，一套嘅 workflow 由一個人物啦。你點樣去整一張圖片啦？點樣去將呢一張圖片去變成一條影片啦？再到就你將呢一個嘅 workflow 咧 save 低佢，做成一個 skill， 可以俾自己咧每一次一張相抌落去，你就可以完全延伸到新嘅一個品牌嘅圖片出嚟。咁我而家會開始講下咧喺我呢一個 community 入邊咧係會有啲咩嘅內容啦。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咧 AI 嘅品牌 model。好啦，咁呢一個部分咧，你會學識咗去建立自己嘅 AI 分身，或者係你個品牌專屬嘅 model 嘅。個重點係咩咧？唔係隨機去生成一個 AI model 就算，而係咧你係需要去保持呢一個 AI model 嘅樣貌啦、身形啦，同埋個風格係要一致嘅。咁你亦都要去學識咧，就係去控制翻呢個 AI model 嘅一啲表情啦、姿勢啦、佢嘅服裝啦，同埋一啲嘅拍攝嘅角度，咁咧先可以令到呢個 AI model 咧好自然咁樣去展示啦，同埋去用你嘅產品。好啦，第二部分係咩咧？就係一啲嘅 AI 產品嘅圖片或者係服務嘅圖片。第二部分咧，你會由一張普通嘅產品上開始去製作一啲高質素嘅產品圖啦、情景圖同埋廣告素材。咁我會用攝影師嘅角度咧去教你控制燈光、構圖、色彩同埋材質。同時咧，我會教你咧就係減少咗一啲產品嘅變形，提升嗰個包裝啦、logo 啦，同埋一啲細節嘅準確度，令到你整出嚟嘅呢張相咧係真正啱你呢一個嘅產品需要。咁你會見到譬如一啲室內設計嘅效果圖。如果係做室內設計行業嘅話，你就會有無限呢一種咁樣嘅素材，你可以去 show 俾個客睇。第三部分咧。就係咧，你會將前面整好嘅人物啦，同埋一啲產品嘅圖片啦，去變成一條完整嘅 AI 銷售影片。由你開頭點樣去吸引觀眾啦，每一個鏡頭應該展示啲乜嘢。咁我唔係咧，淨係教你令到張圖片咧識喐嘅，我係教咧每一個鏡頭咧，其實都有一個商業嘅目的。第四部分咧就係一個 prompt 嘅架構，同埋一個 AI skill 啦，同埋一個工作嘅流程。
你會學識咧點樣去寫到一啲更加準確嘅提示詞，咁同埋咧我會俾一部分已經係實際使用過，係非常之穩定嘅提示詞俾你啦。你會建立到一啲咧可以重複去用嘅一啲 templates 啦、AI skill 啦，同埋一啲 workflow。咁當你下一次如果你有新產品或者你有一個新嘅服務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唔需要每次都由零開始嘅，你只需要將個新產品咧或者服務咧擺喺同一個流程入邊，咁你就可以咧更加穩定咁樣去整理嘅人物啦、產品啦同埋呢一個嘅影片。去到第五部分咧，就係咧我哋呢個 community 咧係持續更新嘅，就係話咧而家 AI 更新得好快，可能每一個禮拜就有新嘅 AI 出現啦，新嘅工具出現啦。咁所以呢個 community 咧，佢唔係我錄完啲片之後就算嘅，我係會持續去更新。譬如我有用過一啲好用嘅 skill，或者係我有用過一啲新嘅 prompts 咧，我都會掉出嚟去俾大家一齊去用啦。同埋我會去不停咁樣更新每一期嘅新嘅內容。咁你唔係咧睇完一條影片之後咧就自己去摸索嘅，咁我會教你，我會帶住你一步一步咧咁樣去整屬於自己嘅一個 AI 品牌。咁我會由第一張嘅產品相開始咧，一步一步咁樣教你去完成自己嘅作品。你唔需要自己本身係攝影師、設計師或者 AI 專家，你只需要有自己嘅產品、品牌或者係服務，你都可以跟住呢個課程咧由基礎開始。咁你其實係唔使再去揾攝影師啦，你唔使每一次都去諗你嘅廣告要點做，因為你可以喺呢一個嘅 community 入邊咧去學到晒呢一啲嘅技巧，將你呢一個人物產品真係應用到喺一個商業品牌上邊嘅話咧，呢個課程就好適合你。好啦 ，subscribe 我呢一個嘅 community， 咁我開始咧會一步一步咁樣去帶你咧去建立翻屬於自己嘅一個 AI 系統，咁可以去幫到你自己個品牌。我哋課程入邊見。